后来，为适应一般人的习练需要，逐渐删改了原有的纵跳、振足和难度高、发劲宁的动作，经其子杨建侯修订为中架子，又经其孙杨臣甫再修订，逐渐定为杨氏大架子，即现代流行最广的杨氏太极拳。它具有架势舒展简洁、结构严谨、身法中正、动作和顺、刚柔内涵、清沉自然的独特风格。在练法上，由松入柔，激柔成刚，刚柔相济。